好香好香哦！高丽菜啊，红萝卜啦，豆芽菜啦，用汤匙代替牙齿。有果汁机的更快了的，不要花钱了就用手工的用汤匙来倒，香好香哦！那你看那个豆包还算软，这还算软的，这不是很硬，豆包。有那个年长者快90岁了，年老了口渴也不知道要喝水了，所以子女啊要小心照顾，就是这样。年纪大了口渴也不知道要补充水分，然后有的会便秘啊，所以应该要补充维他命 B 啊、维他命 C 啊、水溶性维他命。另外加那个什么杏仁粉啊，1汤匙，热开水冲泡一下，加入饭菜里面。纯杏仁粉的汤哦，口味很好，口感很好，味道也不错。植物奶蛋白质补充，蛋白质黄肌少症。有空那个小腿要拍一拍，练那个脚的力量，还可以防跌倒，对防跌倒有帮助。手掌要这样抓，防那个痴呆症，可以增强那个心肺功能。